最上圣论，奉领禅师著。凡去圣道，误解真宗，修心要论，略其不惑正者，一切行无有处见，愿成知识，如有舍者，用心无能脱错，恐误后人。夫修道之本体，事实当心，心本来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无有分别，自性圆满，清净之心，处是本事，乃圣念十方诸佛。问曰：何知自心本来清净？答曰：十地经魂，众生心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，只为我因恶魂之所惑。如病来长光，不能照会。譬如世间云雾，北风旧起，天下阴暗，日起难也。好果无光，光源不坏，只为云雾所惑。一切众生清净之心，亦复如是。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，恶魂所惑。但能仍然修心，妄念不生，涅槃法自然显现。故知自心本来清净。问曰：何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？答曰：为无见魂，如无有生，如无有灭。如者真如佛性，自性清净。清净者，心之源也。真如本有，不从缘生。有云：一切众生皆如也，众现象亦如是。一切众生者，即我定是也。众现象者，即自佛是也。名相随别，心中真如法性，平等不生不灭。故言皆如也。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。问曰：何名自心为本事呢？答曰：处真心者，自然而有，不从外来，不属于修。以三世中所有至亲，莫过自受于心。若色心者，受之即道彼岸；迷心者，弃之即对三途。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事，故轮回了然修心，即妄念不起，即是无生。故知心是本事。问曰：何名自心圣念彼佛呢？答曰：常念彼佛不免生死，守我本心，即道彼岸。金刚经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故云：守本真心，圣念他佛。又云：圣者只是欲行劝人之语，其实究竟个体平等无二。问曰：众生与佛真体既同，何故
为诸佛不生不灭，受无量快乐，自在无碍。我等众生对生死中受种种苦的。答曰：十方诸佛悟达法性，皆自然照，了于心愿，梦想不生，正念不息。我所心灭，故不得受生死；不生死故，则毕竟寂灭。故知万乐自归，一切众生迷于真性，不识身本，种种妄言，不修正念，故则情爱心起。以情爱故，则心气破漏；心气破漏故，则有生死；有生死故，则自苦自现。心妄境魂，真如佛性，灭在知见。绿色海中沉沦生死，不得解脱。努力回视，修本真心，妄念不生。我所心灭，自然与佛平等无离。问曰：真如法性，当一无二？迷应故迷，悟应故悟。何故佛觉性，众生昏迷？因何故然？答曰：自此以上，立不思议分，非凡所及。色心故悟，色性故迷。缘合即合，虽不可定，但信真谛。修主本心，故为无境魂。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法本无生，今即无灭。此我即离两边，亦无分别智。欲解此义，但以行知法要，修心第一。此修心者，乃是涅槃之根本，入道之要门。12部经之宗，三世诸佛之祖。问曰：何知修本真心，是涅槃之根本呢？答曰：涅槃者，体是寂灭，无为安乐。我心既是真心，梦想即断。梦想断故，则记正念，正念记故，执照智生。执照智生故，强达法性。强达法性故，则得涅槃。故知修本真心，是涅槃之根本。问曰：何知修本真心，是入道之要门？答曰：乃至记一手了为佛形象，或做行善功德者，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，做当来圣报之业，及见佛之因。若愿自早成佛者，非是修本真心。三世诸佛无量无边，若有一人不修真心得成佛者，无有是处。故经云：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故知修本真心，是入道之要门也。问曰：
何知守本真心，是十二部经之宗。答曰：如来于一切经中，说一切罪福，一切因缘果报，摄引一切山河大地、草木等种种杂物，其无量无边譬喻，或现无量神通，种种变化者，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，有种种欲心，心行万差，是故如来随其心闻引入一乘，我具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，如云第一日，但了然修本真心，妄念魂尽，慧力即现，何须更多学知见？所生思考一切义理及三世之事，譬如魔镜，真真明自然显，即今于无明心中学得者，终是不堪。若能了然不实正念，无为心中学得者，此是真学。虽然真学，竟无所学，何以故？我及涅槃，理解空故，竟无理无义，故无所学。法性虽空，要事了然守本真心，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，故涅槃境魂。知佛不说法者，是名具足道门，故知求本真心，是十二部经之宗也。问曰：何知守本真心？是三世诸佛之祖。答曰：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，先守真心，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，后得成佛。故知守本真心，是三世诸佛之祖也。上来四种问答，若欲讲说何强？我今望得你自识，本心是佛，是故殷勤劝你，千经万论，莫过守本真心需要也。我今努力按法华经，是你大车宝藏明珠妙药顶物，你自不处不服，强苦奈何？非是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，一切功德自然圆满，不假外求。归生思考，于一切处，正念查心，莫爱现在乐，将未来苦，自讲讲他，不脱生死。努力，今虽无常，强作当来成佛之因，莫使三世虚度，枉送功夫，竟魂相处地狱，如游园观，在于恶道，如寄下体，我等众生，今现如此，不觉不知，惊怖插人，了无出心，奇在，若有初心学坐禅者，以观无量寿经，端坐正念，闭目合口，心情平息，随意静远，做一日想，
修真心，念念木字，即线条气息。木须早粗早熟，即令人生病苦。也坐禅时，迄境一切善恶境界，迄入青黄赤白顶诸三昧，迄境显出大光明，迄境如来身相，迄境种种变化，但知摄入心目的，并解实空，妄想离见也。经魂是方国土，界如虚空，三界虚幻，唯是一心作。若不得定，不见一切境界者，亦不殊怪。但以行住坐卧中，常了然修本真心，非是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。一切万法不出自心，所以诸佛讲说，如许多言教，譬如者，即为众生行行不同，随事教门差别。其实84000法门，三乘八道为体，72行成中，莫过自心是本也。若能自识本心，念念默念，无执着，即自见佛性也。以念念中，常供养十方行三诸佛，是日部经，念念相转。若了此心愿者，一切心意自现，一切愿具足，一切圆满，一切皆办，不受后有，非是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。下处心意，定得无生，不可思议。努力莫造作，如此真实不忘记。难可得闻离能行者，行三种中，莫过有一。行利能道者，10000劫中，须有一人。好好自安自静，线条自紧，就是心愿。行能照了清净，不令无记心生，不令无记心生。问曰：何名无记心？答曰：自立心人为缘外境初心小识，内练真心，心味清净时，以行住坐卧中，形成以款心，幽味能了清净，独照心愿，是名无记心也，亦是老心。犹不免生死大病，况复总不守真心者，是人沉没生死苦海，何日得出？可怜！努力！经云：众生若精成本来法者，以三世将得行三诸佛，无所能为。经云：众生悉心自度，佛不能度众生。若佛能度众生者，过去诸佛行三无量，何故我等不成佛也？只是精成不住来法，是故沉没苦海。努力，恳求本心，勿令忘漏。过去不知，已过亦不及。今心现在，有无得
妙文法，分明相款，国解处语，了知修心是第一道。不肯发自诚心，求愿成佛，受无量自在快乐。乃使方方随俗，贪求名利，当来对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。从何所及？奈何？奈何？努力，努力，但力突破伊顺初习，了然守本真心，用词不介意，做生理气力。离灵有功，实在真正人也。世间未人不解处理，以无明心中，多摄见心，广修向善，望得解脱，乃归生死。若了然不识正念，离度众生者，是有力菩萨。分明语理定修心第一，若不勤守者，心痴人也。不肯现在一生忍苦，欲得当来万劫受用。听你经不知何足，北方吹不动者，真是珍宝山也。若知果体者，但对于万境起形沙作用，口辩若流，应病医药。离灵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者，真是出世丈夫。如来在日，谈何可尽？我说出言者，至心劝你，不生妄念。我所心灭，即是出世之事。问曰：云何是我所心灭？答曰：唯有小喜胜他之心，自念我能如此者，是我所心。涅槃中病故，涅槃惊魂，譬如虚空，玲珑万物。离此虚空，不自念言，我能涵容如是。此有我所心灭，去金刚三昧。问曰：诸行人究竟常执者，只乐世间无上初善，不乐第二地真常妙善。其理未见，只欲发心愿意，随思觉心起，即是老心；只欲妄心，即是无明分诸。又不动理，知欲不止，心不愿意，即恶处空，随受人心，形图成形。你是无有定慧方便，而不能解了。免经佛性，只是行人沉默之处。若为超得到无余涅槃，原是真心。答曰：非是信心具足，志愿成就，缓缓静心。经中教你，好自现前信心，一切无所攀缘，端坐正念，色调气息。停其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好好如如，稳看看色，即了见此心识流动。即了见此心识流动，
犹如心里二楼，炎炎花花不住。既见出色时，为是不来不外。环环如如，稳看看色，即反复消融，新年暂住。基础流动之色，少年自灭，灭处色者，乃是灭十地菩萨掌中藏黑。此色灭意，其心即去，凝集淡白，交集泰然，经五境不能说，其形状。你若一得者，此涅槃经第3卷中金刚神品及维摩经第3卷见阿处佛品，缓缓心思，细心所检细看，略处见识，实得灵仪行住坐卧，及对五欲八方不实初心者，是人梵行以力，所造以办，究竟不受生死之身。五欲者，色声香味触；八方者，利衰废欲清饥苦乐。此是行人磨练佛性处，心莫怪，今心不得自在。经云：世间无佛住处，菩萨不得现用。要脱除报身，众生过去今有离顿，不可盼。上者一念间，下者无量劫。若有力时，随众生性，起菩萨善根，自利利他，庄严佛陀。要事了事意，乃强实相。若以文读，即是真宗。自比丘拟定学他出家修道，此是出家。出生死家是名出家。正念具足，修道得成，乃至改心之职，灵命总时，不失正念，即得成佛。弟子上来接触论者，得以信心依文处义，作如是说，实非了了正知。若胜胜利者，愿忏悔度灭；若当圣道者，回视众生，愿解释本心，一时成佛。闻者努力，当来成佛。愿在净土我闻道。问曰：此论将首至末，皆显自心是道。未知果行离门，是何文列？答曰：此论显一性为宗，连其志意，道未曲解，自愿生死，乃能度人。得言自利，不说他利。若行文列，若有人依文行者，即在前成佛。用我公理，当来对18地狱。指天地为誓，若不信我，世世被火龙所食。